卡人吼，大部分集中在婚姻势力、农背、舆论制，哦，那根据调查，头开始是在氛围期，五处阮的一线路路来，视频的差不多都比反天面，哦，靠前个农背，都不种，公妹。啊，那北平的平价了，哦，其实说北高铁，北高铁是高一种议论就管的啊，天了，哦，坡啊，啊，就洗咧开，啊，骑跳落鸟飞机做水师，大概就差不多迄个氛围期跟鸟飞机一块咧啊，啊，我就听讲。我试过图片大溪哦，大溪就去做去澎湖落去，就拄做要讲石卡卡数。我真的问一条老辈讲，哦，如果较早咧台流原乡过来死吼，固然甲亲人直接就当阮的定机啊，哦，啊，演员一票较太新，就演员婚姻了，势力都袂给人做，啊，你就两个认清楚哦，在台中、西屯，吼，廖秋空啊，廖朝空，固然就个一大表演在阮咧。啊，甲亲人大部分拢种了啦，顺了吼，大概那种了就一天拢上卡卡嘅。